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自2016年实施3期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以来，累计投资达3600万元。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覆盖建塘镇3个行政村、15个村民小组，共706户农户。湿地恢复区面积累计1万亩，耕地补偿面积427.81亩。在探索和完善对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方法及政策措施的同时，有效提升了湿地生态质量，提高了群众自觉保护湿地生态的意识，提升了管理部门湿地保护管理能力。另外，生猪放羊等破坏湿地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。近年来，纳帕海越冬候鸟种类及数量逐年增多。截至目前，纳帕海总共记录到鸟类195种。2020年11月记录到黑鹳416只。纳帕海已经成为国内种类数量最大、分布最为集中的黑鹳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。主要保护对象黑颈鹤的越冬数量也不断增长。1984年记录到有61只，到2021年已增长到387只。随着湿地生态质量的提升，纳帕海的渡夏鸟类多样性也不断提高。目前已记录到斑嘴鸦、绿头鸦、赤麻鸦、白鹭、中白鹭、牛背鹭、古顶鸡、黑水鸡、凤头屁踢、小屁踢、红脚踢等。纳帕海是冬季候鸟的天堂，而现如今夏季众鸟齐飞，也成为纳帕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